全无人在此，有么个话你快说来吧。错啊，有么个话快说来。前帅，娘娘，请你哋看来呀。这言语是前帅娘娘，抢救太子的性命啊！马该，太子天下，到底发生何事啊？前帅，启禀前帅，娘娘可婚，刘娘娘不应该，基督李顺妃娘娘先生下太子。为了争他皇后的地位，老各怀良言，用嘅李茂问太子，被口主将太子抛在井水口下，我哋将佢生生害死，口主佢下不了手，他故意我望前帅娘娘救命啊！可是断正，可恼啊！背影不要高我发呀，这才太狠心嘞，南海不爱顾啊，你来命归人啊！强门何来呀？王爷。如何做法吧？不如将太子先留在王府，服用圣饮之后，才赐给昭明万岁，以称国统。这王爷，娘娘所言正是，请王爷三思啊！这是周王妃的意思进行。但愿苍天有眼，昨日事情李顺妃的严酷了。神灵在，你马上回宫教旨，不必保守秘密，暗中照顾其口主，还有你自己啊，处处要小心嘛。臣令遵旨。
是本气呀！哎呀，万岁！你来看哦，俺家公爷7岁了，3万相貌堂堂，有95自尊，帝王慈祥。我们太叔送给有传了，不错，不错。以后太宗江山有传，万事爱会也该功劳啊！这就是皇上的吩咐啊！微信抽得房，金刚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兄平身平身，何小用太礼皇嘞？啊！想问皇兄有何国事啊？微信乃是为父王母后，我阿老已给你了了。哎呀，凤仪呀，你家父王一了风暴，出去谈事情，你不可吵闹。等你下事情圆满，母后不是带你去了啊？干啦！哎，我哋下就爱去了。妃，难得凤仪儿是个欢喜呀！今天是他生日，你就带他去吧。啊，圣驾遵旨。来。哼，皇兄，为何叹气？看他天下，你见神人状态人，不免用心地这个感叹了。感叹什么？哎，万岁呀！这青年哦，再有也难，一共太匆匆，往事如烟将朦胧。地貌太子江天各通天，哎，还得一道银啊，这该金郎中哎。来奉兄啊，一路年，哈，同心魂，就同泪心，泪双水，落风本归无情我。来爱恨啊，来救我记啦，来你也生悔啊！心扉本是你爱情，千言让君受失的凄凉，万岁你一心的何安呢？凤兄，你身为前人，生下李某妖怪，使得我凤家蒙羞，还其此作此书，怪不得他人呐、万岁呀！你因子居天下，心扉有贤德，太宋一派忠好这个传心呢，你何必想了一想，那就人类生下妖怪，荒谬的道理呀！这不过是寡人亲眼所看呐。要是有些人为了一己私欲，
趁意陷害先妃，难道他就不敢欺君罔上，将李咩？万岁！我个凤仪死得好无辜，太无辜啊！放下，方兄见敌呀！你自己去要见我呀！凤兄，寡人真不义，但生一凤仪，想不到一命无父害惨。万年我将我的江山为何苍天？要讨我的忠义，亲爱的后嗣，是我寡人对不起太叔的列祖。万岁，少爷有一句话，不得改说也不改说的。你请说无妨。北县王有一个旨意，名喊秋泽，严防七岁。老太子相逢，要是能高基本奉上，一则能弥补万岁送子之痛，二则太孙江山就有传啊！啊，真的咁有样？唔过，系凤兄嘅凤仪，岂不是寡人他人所爱呢？万岁切莫再相信，我有三字一命令，要不去向他宣定了，太宋中计就有传言咯。啊，凤兄，
你愿意将你家奉义，高封八卦人了。只怕万岁你去下马。真好，真好，凤兄，快快传旨，命记封锁，觐见啊！两旨传旨，铁王妃带小王爷进后宫。领旨。奉寿平身，恰万岁！哎，父王母后，记黑马上。前爷过来，他是万岁呀！等从今天起，你就喊他父王啊！哎，父王唔恨你嘛，用咩要多一个字嘞？我说你呢，你俩还有两个父王好人相依，那位唔好啊！还加去参见万岁，喊一声父王。哦，安尼好，快去朝政参见父王。凤仪，凤仪呀！一声父王，多啊手帕。
玩爱呀？那个东西，嘿呀，多谢你哦。小阿姨，你上了天子，有办法很可爱嘞。你有办法用哪嘢？天下，天下，参见娘娘，愿的，多谢娘娘。口主啊，记黑马啥？他是太子不可无礼，其孙将去碧云宫给你娘娘，生起来一个娘个母后。母后。